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收看客家名录学院。我係今日主持人紀賢嘅，今日為大家帶來嘅主題課程哦，係一個客家人生內嘅天意識。客家族群哦有東豐富嘅文化特色，韓國客家嘅飲食文化咧，也都有特殊嘅一個標誌啦。透過飲食嘅文化哦，帶俾大家無窮樣嘅品嘗嘅感受。韓國一個客家嘅飲食文化經歷過眾多嘅時代嘅演變啦，有眾多新嘅風貌。韓國一下咧有創新、延續、個傳承三個大嘅方向。故所今日課程地位哦，我邀請到嘅係啲啊料理嘅非常經驗非常豐富。韓國咧啲啊創新嘅菜式蛋糕非常用心嘅陸正漢師傅，我帶來兩出嘅客家料理。第一出係黃梨糯米炒青蟲，韓國泡菜鳳肉啊，呢兩出經典嘅客家料理。佢下來嘅課程哦，會分做四個部分。第一部分咧，我嚟紹介係陸師傅佢啲啊料理嘅應用嘅一個課程。第二個部分咧，係啲啊嘅西炒嘅料理特色嘅示範哦，我帶來嘅係黃梨糯米炒青蟲。韓國啲後生嘅客家朋友，個呀嘅傳統嘅客家朋友，對於一出料理有乜嘅無窮樣嘅感受冇？第三個部分，我帶來嘅係客家詩文嘅料理特色。韓國人哋講到醬缸的醃製嘅文化。第四個部分咧，再嚟紹介客家飲食文化嘅變化。韓國人哋講客家嘅菜式啦，係用嚟啲國際化、行向國際化嘅。今日啲開始進行料理之前，我哋先來邀請到客家飲食文化專家賴樹成教授，先為我哋紹介今日課程嘅飲食文化重點。稍等下來，就會由我嘅客家主廚帶領大家進入到客家料理嘅美好時光，本大家唔單止認識了客家飲食文化，還能做到好多樣嚟做出好料理。一下我就來開始今日嘅課程了。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我是客家飲食文化專家賴守成。今天的課程要來當大家了解客家飲食文化當中，在烹調手法上相當有重要地位的四聞四炒，也就是西聞西炒。然後其中還有另外一個部分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醬缸文化，還有它裡面當然也醞釀了非常深厚的客家文化的底蘊，以及我們相關歷史的發展背景以及相關的了解。那我們就準備開始今天的課程咯。